后来有关这个新冠疫苗有风声，讲咱甲辉瑞药厂驻文的疫苗已经付定金哦，去互中国上海的代理商来打压，所以药厂是来毁约退订。指挥中心的专家委员李炳英讲，无听过这个代志。也毋过伊讲，不管是毋是真正去互人退订，台湾要注着疫苗，都要等到年中，啊，这个国产疫苗嘛要等到下半年，才有可能注会着。去年12月底，德国匈牙利开始注新冠疫苗，新加坡嘛开始咧注，台湾呢，本来台湾进口疫苗的时间预计伫咧3月，不过即马敢若出现变数。但市长伫咧记者会顶有讲到国际打压，承认疫苗牵涉到谈判问题。有很多的一些国际的谈判跟分配的问题，是不是谈判的技巧不好啦？或者相关的一个关系，或者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候选疫苗的要求比较严格，那这都可以来谈。除了谈判问题，即马嘛传出咱向辉瑞药厂买疫苗，高付5000万美金的定金，不过刷去予代理商上海互行医药，互人压力，所以辉瑞药厂毁约退订。没听过这个代志，你是为倒位听？我已经谈好，没有说随便退的问题啦。除非说他的工厂倒闭做不出，那才会退钱啦。不管敢真正互退订，台湾想要注着疫苗，拢要等到年中才有可能。今年年中应该是有可能会打到疫苗了。再过来就是我们国产的疫苗有2支已经进入第2期临床试验，它在今年的下半年可能也会有获得紧急授权使用的机会。无法度知影进口疫苗的速度，不过国产疫苗今年有机会当注，大家嘛拢伫咧讨论。台湾市长高文提嘛讲，有人向伊买新冠疫苗。这个疫苗采购啊，跟疫苗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播放啊，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的行为啦。所以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啊，基本上要去由掮客来去跟他接触，要他去购买疫苗，这个基本上来讲，这个一定是假的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专家讲，疫苗若是进口台湾，拢要评估安全性和伊制造时间点，才当摕到食药署紧急授权，毋是伫咧国外买就当砸转来。不如个即马全世界拢伫咧抢疫苗，台湾想要紧摕到，短时间内应该真学。